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们来谈谈新疆乌尔木齐市在7月5号发生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两个民族的大冲突，结果流血死人。那么当天呢是7月5号白天呢，有几百个，后来到上万的维吾尔族民众是和平抗议呢广东的这个韶关事件，杀了2个维吾尔族妇女。那么事情一开始是和平的，后来演变成杀人了，这个中间是个很蹊跷的过程。那么杀了人呢，官方说是第一次公布，说是死了是150多个人，伤了是1080个人，之后又调整了，说死了是180几个，那么伤了呢是1680个人。可是维吾尔族人不这样讲，维吾尔族是你这个政府是讲假话，死的人更多，维吾尔族人死的更多，有500到800人，所以这个数字都很混淆。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究竟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2个民族不能够和平共处，要非要大开杀戒，互相仇杀呢？背景是什么？对，这个7月5号事件发生以后就是中国官方立即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在乌鲁木齐市的互联网马上就被切断了，就是阻止把这个新疆的事情让外人知道。同时呢，电话线路也中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了2个渠道的这个消息，完全都是互相矛盾的。从那个海外，从土耳其那边得到的新闻是维族人死亡了500到800人，但是呢，中国官方公布的人主要是汉人，有100多人，对吧？主要是汉人。那么同时呢，那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直呢不断的说是维族人采取那个打砸抢烧的这种做法，造成了就是等于是维族人一方面举刀杀人呢，就是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但是一直也拿不出证据出来。那个德国之声的记者采访以后也是得出呢，就是死亡的大部分是汉人，所以我们从不同的来源得到了完全是互相矛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还有7月5号是白天开始和平抗议，发生了冲突，军警来了，发生冲突以后，那么军队呢就干预了的和平抗议。按照宪法规定我可以和平抗议，对不对？结果你也叫你批准或者不批准我和平抗议，但是之后呢又发生了开枪，这个是呢有什么地方证明呢？从 YouTube 上面YouTube 人家听见有枪声了，还有的文章讲的时候，有的小孩被流弹打死了，所以这个证明有枪出来了。老百姓没有枪，只有军队有枪，所以你开枪了。开枪之后又发生了天黑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维吾尔族人杀汉人这个事情发生。那么海外的维吾尔族人一直认为你军队开枪了，那么海外的汉人也认为有可能开枪，有可能没有开枪，说不清楚。但是我有个问题，你在天黑的几个钟头，晚上10点天黑到早晨天亮也不过7、8个钟头，你死伤了1000多人。如果你没有机关枪，没有冲锋枪，你用大刀杀人你没有上万人去杀1000人，你杀不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可是中共一直从所有的他宣传里边讲，从来不讲开枪2个字。对，这个就我们想到那个20年前的6·4。那么现在很多真相也出来了，但是中国的官方一直是说是解放军是频爆，是发生了暴乱，然后解放军在拍，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让人自然的想到20年前的事情。同样，我们从 YouTube 里看到就是那个录像，我也看了是白天的。那白天的话呢，在那个就听到枪声，听到枪响的声音，所以很多人怀疑在白天的时候可能是已经有对这个维族的抗议群众进行了一些镇压，造成了晚上的这个报复。但是呢，这个新闻这个真相我们一直不知道，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互联网被封锁了，电话被封锁了，没有真相。所以，但没有真相没有关系，关键是从中国官方的这个宣传媒体所得出来就是维族人的杀人，所以就煽动了这个民族的矛盾。结果2天以后，除了中国官方，连在我们美国的这个《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就登出来了，说汉人拿着棒子，拿着铁棒子上街，要来报复这个维族的。所以从本来的一个民族的冲突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煽动性的。从我们官方所得到的这个新闻来看，就是一种煽动，就造成了民族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扩大。而且我们也听说是建设兵团要开始发枪，让每个男人都发枪，把那个武器库也打开了。那就变成种族，那这样就是一个种族屠杀、种族报复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现在问题是这样，你的政府职责是什么？政府的职责是维持治安，不要使这个冲突发生，对不对？可是你军队一到以后，把这个种族事件挑起来以后
到晚上屠杀的时候，你军队就跑掉了，军队不去阻止维吾尔去杀汉人，你这个就最起码的一点，你没有尽到责任。对呀、对他这个军队的这个质疑，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中间是不是有阴谋？我们暂时，但是中国官方呢，马上就把这个调子转移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有海外的敌对势力，就是三股势力，什么独立疆独势力，对吧？恐怖势力等是由热比亚，他马上就把这个事情的起因呢转移到国外去了，就是说有海外的反华势力或者独立这个恐怖分子啊，在后面背后操纵的。这个中国国务院发言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呢，就是他就没有去追究到底这个事情是前因后果是什么，那个广东韶关事情跟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一概都没有了，所以马上就说是热比亚就变成一个替罪羔羊，就被他们提出来了。这个秦刚啊，外交部发言人呢，他一口咬定日比亚是幕后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指挥，第二天就讲这个话。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他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制止他？为什么让他去发生这个屠杀？你已经知道情报了嘛，对不对？再一个，你把这个所有的罪过对到了3个势力，什么宗教势力、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对，有没有证据？这次事件的指挥操作有没有这个证据？他在哪说你们这些人受过训练？那训练的很多了，有些人恐怖分子还关在拉摩了，对不对？可是你这一次事件有没有这3个势力在里头？他拿不出证据来。对，所以现在我还看过那个凤凰卫视啊，我们知道也是半官方的，很快就把热比亚的一个当时在监狱里边的录像把他调出来，说他当时是热比亚很虚伪，当时向中国官方保证自己不会再做这样的什么反对中国的势力，马上就开始对个人进行攻击。他这个就是这个对着舆论的操作，他根本就不去关心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跟韶关事情有关，韶关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几天前发生的到底怎么回事？他就是说是把这个世界维瓦大会就是指责为是恐怖，但是我们从资料上面看到啊，这个组织呢是由那个维瓦庆典大会和东突厥斯坦那个国民会议合并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且呢他们是明确主张是反对任何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他要团结包括汉族在内的争取这个民族独立和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合作，而且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把热比亚为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维瓦大会作为恐怖这个组织，根本就不是把它当成恐怖组织。布希总统还接见他了，对不对？对。前2天那个在国会开会的有2个国会议员举行记者会的时候，热比亚还在边上还发言了。是。所以这一点呢，他通通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归给外国。那我们看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分析分析。实际上现在很多包括媒体也好，包括这个观众，无论是汉民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都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导火线呢，就是广东韶关呢把2个维吾尔族妇女打死了。这个打死的事情很蹊跷。开始说网上说有6个汉人，6个维吾尔族人去强奸2个汉人妇女，可这事情没有发生？那么3天过去了。可这个网帖在网上到处传播，最后引起了中国官方讲有800个汉人穿着整齐的服装，拿着同样的棍子，晚上10点钟跑到那个工厂，就把人家维吾尔族的工人包围起来，就打。我们从 YouTube 上就可以看到，满街都是人的，很可怕。那么这个时候啊，军队又不见了，警察也不见了，一直到天亮，警察再来收尸。那么你这个地方。你既然已经知道日比亚在操纵，那你为什么不制止呢？对呀，而且我们这个广东韶关事件也有2个不同的版本。你刚才讲的是网上一个帖子，说是6个维族人强奸了2名汉族的妇女，然后造成了汉族人的报复，所以打死了维族的这个工人。那么我们在土耳其一个叫 Internet Hub 这样的一个网上面呢，他们的分析，他们所了解到的是6月23号晚上呢是由2名维族的女孩子遭到了性侵犯，完全是不同的版本，完全是相反的版。而且他们说，当天晚上6月26号凌晨有5000个汉人，就是闯入了这个维族人的这个宿舍里边进行那个打人，就是拿着棍棒去打人，造成了这个多人被打死打伤。那么刚才你讲的，那武警哪里去的呢？同样的，我们在7月5号，新疆发生也是同样的事情呢。白天我们听到枪响了，但是如果说枪响了，你可能会有，假如话真的是镇压的话，那么你应该知道可能会发生，晚上就会报复。那么我们看到是从晚上几点呢？从晚上10点，对吧？那么
这几个小时一直到晚上，这几个小时里面看不到警察。那么当然了，也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公开的公布出来说是维族人拿刀去杀人的。但是呢，就是说只是从后面的电视节目里面放出一些汉族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尸体。就证明汉族人被维族人。那我们还是要提这个问题。那么你当天晚上的警察哪里去的呢？为什么要纵容或者甚至有人分析说是操纵这样的一个维汉民族的冲突？那么你操纵这样的民族冲突的目的本意是到底出于什么何种目的的？对，我们来就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事情又会发生？从韶关一直到乌鲁木齐一连串的警察不见了，让他们去杀，为什么要造成这么个局面？目的是什么？那么就看看整个中国大地啊，现在中共所面临的局面是什么？啊，全国好多政治力量、民主党派以及党内的人都要求政治改革，一概拒绝啊。那么造成经济衰退、工人失业、这个出口减少啊，企业倒闭，那么环境污染，那么你这样的话，老百姓啊一直就说在这几乎可以说水深火热之中在过日子。共产党啊，你简单是没有办法应付。还有一点，有起义军已经出来了啊！山东的东林起义军，杨家就到警察局杀人。那么法轮功呢，坚持10年不倒啊，要喊出天灭中共。那么海外过渡政府也成立了，要解体中共。所以这种啊，内外各种交困的事件摆在共产党面前，他要怎么处理呢？所以有的人认为啊，他是转移矛盾，制造这个事件。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假设啊，没肯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但是你这个根据现有的很多矛盾现象出来以后啊，我们怀疑你制造这个事情啊，把这个所有的矛盾呢，视线焦点呢可以转移了，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对，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呢，胡锦涛呢，他是口号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但是你刚才讲的，从杨家事件也好，从那个起义也好，包括这次这个发生的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根本就不是一个和谐的是一个亡党亡国的这样一个末世的现象，对吧？所以说呢，他们呢也是通过这种转嫁这个矛盾，但是我就觉得很可笑，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新疆那个马上就官方的媒体就报道说，2天以后在党和政府的这个正确领导下，这个事情得到了平息。所以我就怀疑，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呢：那么你7月5号的党和政府难道就没有正确领导吗？你当时的党和政府哪里去了呢？所以有成绩的就是他的正确的领导，没有成绩的话呢，或者发生这样的一个维汉冲突的矛盾的话，那就是海外势力操纵。你刚才讲的话，我一直在笑。对，为什么笑？我说这很可笑嘛。好的都是你正确领导的，那么坏的东西呢，都是外国人的，都是日比亚的。是，所以你这个有这个思维啊，你怎么能够把一个国家管理好，把新疆那个问题能处理好呢？现在这种事情，我相信啊还会发生，因为矛盾根源没有结束，矛盾根源，我相信现在你看，现在你连到外国记者到喀什啊、南疆的地区的人都给赶走了，可见肯定那里矛盾比乌鲁木齐可能还要大。说不定我们今天讲完了，明天发生更大的事情都有可能，但是我不希望它发生。对，因为这个发生啊，汉族、维吾尔族两边都是受害者，都是牺牲品，都是牺牲品。唯一的操纵的是中共的操纵，玩弄把戏，让老百姓受苦。对，好，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啊，先谈到这里，还看这个事态继续发展，好吧？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好，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再见。